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好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许薇老师，欢迎收看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哈巴。好，首先我今天要念一首童谣给大家听哦，注意咯。月光光秀才郎，骑匹马过莲塘。月光光秀才郎，骑着白马过莲塘。哇，这是一种浪漫的童谣，想起我小时候呢，我可以用客家话讲小红帽的故事。现在大概没有这个功夫了，不过继续教下去，大家继续跟我学，可能可以用这个客家话来讲小红帽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那个捏公公，就是那个月光啊。月光其实指的就是月亮，叫做捏公，捏公。那我们中秋节的时候呢，吃的月饼啊，客家话叫做捏公饼，捏公饼就是月光饼。在新竹地区啊，早期比较穷呢，所以啊，只能用这个番薯馅呢来做成月光饼。所以呢，捏公饼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番薯饼，番薯饼。番薯饼的意思就是直接由客家话月光饼就翻译成国语，就是所谓的月饼了。我们可以说有月光饼的地方呢，就会有客家人哦。另外很好玩哦，在月食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玩的说法叫做天狗食月，天狗食月。再来一次哦，天狗食月。天狗就是天狗，食就是吃食用那个字，食捏就是月的意思。这是指啊，古代的人呢不晓得就把它敲锣打鼓把那个天狗给它吓走，月亮就不会被吃掉，又跑出来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学的是白天出现的太阳光怎么说呢？叫做日頭，日頭，那就是日头这两个字。那明天怎么说呢？明天很好玩哦，叫做天公，天公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天光，就是明天天又亮一次的时候，天公就是明天的意思。日头就是日头，就是大白天太阳光的意思。好了，再复习一次，月光叫做月公。月公饼就是月饼哦。我是许薇老师，安志 C， 下回再来学别的喽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